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树。今天是2025年8月20号。这一期咱们聊一聊这个南方周末昨天还是前天8月18号，他刊登一篇文章叫为什么 GDP 增长而税收收入下降。他这个文章说在过去的20年中，有3个年份全国税收收入增速为负，2020年、2022年和2024年。2025年上半年仍旧如此。7月25日，财政部公布上半年财政收支情况，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1.56万亿元，同比下降0.3%，其中全国税收收入9.29万亿元，同比下降1.2%。然而，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上半年全国 GDP 初步核算值为66万亿元，增长5.3%。2024年 GDP 增速为5.2%，税收收入同比下降3.4%，那就这个数据就打架了，数据就有悖论了。GDP 的增长，但是税收收入反而在下降，怎么解释？难道是两个部门没有沟通好吗？南方周末说他说7月28日，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劲林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，从税收与经济的协调性来看，经济决定税收，但也会有一些因素影响，造成经济与税收不完全同步。这个影响因素包括减税降费、价格变动、税源结构等。剔除这些因素后，中国税收收入与 GDP 增速大体是匹配的。这个南方周末还给了一个表格一个图表中国 GDP 与税收收入增长情况，现价与不变价的核算差异。说中国的 GDP 总量通常是以现价计算的，而 GDP 增速则是以不变价计算。现价就是当时的价格，不变价是以某年份现价作为基础，扣除价格变动因素后的价格，多用于计算与某个指定年份相比的增速。计算 GDP 增速时，通常采用固定基期基期每5年更换一次。如2021年到2025年 GDP 增速参考的是2020年的价格。国内的经济指标如 GDP 总量、税收收入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都采用的是现价计算。例如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介绍，全年 GDP 为134.9万亿元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8万亿，均以现价计算。在一些研究报告里，也会见到名义 GDP 与实际 GDP 的表达。名义 GDP 就是通过现价核算，实际 GDP 则是通过不变价核算。总之说现价核算就是没有剔除通胀影响，不变价就是剔除了这个通胀的影响。那这个有什么差别呢？影响有多大呢？文章说以2014年湖北省统计局官网一则文章为例，说某地2004年和2005年的 GDP 按现价计算，分别为2918亿元、3327亿元。2005年 GDP 增速是14%，以2000年为基期，按不变价计算 GDP 分别为1511亿元、1680亿元。2005年实际 GDP 增速是11.2%。现价与不变价计算带来多大差异，要看价格水平的变化，也就是 PPI 工业品出产价格指数PPI 下滑拖累增值税。过去20年里，多数年份的税收收入增速要高于 GDP 增速，特别是2005年到2014年这10年间，税收收入增速均高于 GDP 增速。为什么每年财政收入会高于 GDP 的增长？就是因为价格因素。有些年价格因素影响比较多，有些年比较少。2012年3月，时任财政部部长谢旭仁在答记者时介绍但是话也说回来，我们历史上也出现过财政收入增幅低于 GDP 增幅，就是通货紧缩，价格负增长。按照这个文章的意思那财政收入跟物价的这个联系更密切。但这个财政收入增幅低于 GDP 增幅的时候，往往意味着通货紧缩。我只能这么简单理解这个可是原财政部部长说的。反映价格变化的数据 PPI 尤其重要，它是指产品出产时的价格指标，反映企业生产成本的变化。 CPI 衡量消费端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变动，反映居民的生活成本。对于政府收入来说 PPI 更重要，也就是生产对吧，对政府来说更重要，消费呢对政府的这个财政收入来说影响要小。换种说法就是财政收入税收
主要是跟这个生产关系更大。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我们产能总是过剩，消费总是不旺。2025年6月，中国税务报微信公众号的一则文章介绍说，中国现行增值税、企业所得税等主要税种均按现价征收，受价格因素影响较大。自2022年10月以来，中国生产领域价格持续处于低位 ，PPI 连续2年同比负增长。2025年上半年 PPI 同比下降2.8%。该文介绍说 PPI 持续下行，直接压缩名义工业增加值的规模。名义工业增加值由实际工业增加值与工业品价格相乘得出。当工业品价格下降，即使实际产出保持稳定，名义工业增加值也会下滑。增值税以名义增加值为税基 ，PPI 回落即价格水平下降，直接导致名义增加值缩水，随之增值税减少。增值税如消费税、企业所得税、个人所得税并称中国的4大税种。财政部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增值税占税收入比重39%，也就是将近40%税收收入是增值税提供的前述文章介绍受 PPI 下行影响，2024年对增值税收入贡献较大的采矿业、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、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、非金属矿物制品业，营业收入分别下降5.2%、3.7%、6.2%和11.1%，制约了增值税收入增长。南方周末还举了个例子来解释这种传导。他说，假如一个服装加工厂以100元的不含税价格购入布料，加工以后以200元的不含税价格卖出，增值税率为13%，征收范围仅是增值部分，也就是100元进的200元卖出，那不就增值了100块吗？所以这个增值税就是13块。如不含税销售价格下滑至180块，那就增值了80，对吧？那你的增值税那就只有10块4毛钱，对吧？下滑20%。从过去10年看 ，PPI 增减会带来税收入的同幅度增减。胡晋林在前述新闻发布会上解释可以说这2年的税收受 PPI 影响是比较直接的，也就是咱们简单的理解通货紧缩政府受伤更严重。2025年1月，华创证券研究所副所长、首席宏观分析师张玉卷文介绍，2011年到2015年、2017年到2020年、2021年到2024年3轮典型价格下行期，税收对 PPI 增速弹性分别是 1.6、1.6、1.5。简单点说就是 PPI 同比增速每下滑1%，税收收入同比增速下滑1.5%到1.6%。也就是说 PPI 和这个税收居然还有线性关系，就是 PPI 增速每下降1个点，税收它的增速就下降1.5个点。这个张玉进一步解释，增值税等于销项税额减除进项税额 ，PPI 上行周期其上涨带来的增收效果更明显。如果前几个月采购成本价格较低，进项税额相对少，而当月销售产品价格较高，销项税额相对多，增值税就会更高。反之 ，PPI 处于下行周期，减收效果就更加明显。根据财政部数据说，2024年增值税收入同比下降3.8%，是4大税种里增速最低的。与此同时 ，PPI 下滑会压缩工业企业的利润空间，进而拖累企业所得税的缴纳能力。综合国家统计局和财政部数据，2025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下降1.8%，企业所得税同比下降1.9%。也就是这个财政部统计局给的这个数字2025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利润是下降1.8%，就比去年同比下降嘛。那你说这个胡适他居然走牛市，这不就是沙滩上建高楼吗？坟头蹦迪这个南方周末说减税降费与收入承压，说过去20年里，2015年到2016年、2019年到2020年、2022年、2024年税收收入增速低于 GDP 增速，原因大多与减税降费有关。胡晋林在前述新闻发布会上解释说，近年来我国减税降费力度较大，这个对经济增长具有拉动作用，对长期税收也是有利的，但是会减少当期的税收收入。2015年
年国内增值税3.1万亿元，同比增长0.8%。财政部在当年财政收支情况中介绍，国内增值税主要受工业生产增速放缓、PPI 下降以及前期扩大营改增范围、减税力度加大等因素影响。2016年，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写道，扩大结构性减税范围，实行普遍性降费，将全面实施营改增，就是营业税改增值税啊，从5月1日起扩大试点范围，并确保所有的行业税负只减不增。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秘书处发布的《中国税收营商环境改革发展研究报告（2016到2020）》介绍啊，说2016年到2020年，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.6万亿元，这个数字相当于2020年全国税收入的一半。这个胡金林介绍啊，“14·5”时期，也就是2021年到2025年啊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，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额预计达到10.5万亿元，办理出口退税预计超过9万亿元。减税降费基础上，中国还面临着税源结构调整的问题，导致税收入承压。这个胡金林表示啊，对税收贡献相对较大的房地产等传统行业增速下降，带来相应税收增速放缓甚至减收。而新三样主要指这个新能源汽车、锂电池、光伏产品等新兴行业发展势头好，但是税收总体规模较小。土地和房地产相关税收里，前两项通常是契税、土地增值税。根据财政部数据啊，2019年这两项收入分别是6213亿元、6465亿元，2024年分别是5170亿元、4869亿元，并仍在下滑。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契税、土地增值税那个是税收啊，那这在我的观念里面，那是相当于这个交到这个上一级政府去了，是税。而这个各个地方卖地收入啊，它包含契税、土地增值税，然后呢还有更大的一块叫国有土地使用权，这个是更大的一块，也就是咱们经常说卖地收入，就是包含契税、土地增值税，然后再加上什么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，对吧？这个以前都是10万亿多少万亿。南方周末这篇文章谈的主要是税啊，那关于土地的税呢，2019年和2024年比，对吧？那也是2024年大幅度下降，并且现在还在下滑。另一方面，新能源汽车等产业仍享受较多优惠政策，对税收增长的拉动作用还不够大。2023年6月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，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将延长到2027年年底。时任财政部副部长在吹风会上介绍啊，2014年9月1日起，对购置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，截至2022年底，上述政策累计免征规模超过2000亿元。2024年到2027年，减免车辆购置税规模总额将达到5200亿元。这个南方周末最后说啊，他说税收收入增长受影响后，政府不得不通过增加非税收入以弥补缺口。2024年全国税收收入同比下降3.4%，非税收入同比增长25%。财政部解释啊，说主要是部分中央单位上缴专项收益和地方多渠道盘活资源资产，拉高非税收入增幅约24个百分点。但是对韭菜来说啊，对牛马来说，这个非税收入增长，对吧？大家感受到的是马路上罚款多了，以前开车可罚可不罚的，现在都在罚；以前骑个电瓶车不戴头盔的，也是可罚可不罚，现在都在罚，对吧？一次罚50。以前这个行人，对吧，闯红灯呢，然后这个什么没走这个就不遵守这个交通规则啊，都是批评教育，现在也是罚款，这还算好的，对吧？还有很多叫什么远洋捕捞，然后还有一个，对吧？感受更深的是个人所得税，对吧？对个体这种税收是不是增强了？你比如说啊，这个韭菜炒纳斯达克股票，炒境外的股票，这要交税，对吧？以往没有啊。这个还有这个加大这个征缴力度啊，你比如说加州老师，对吧？这就是因为加大了征缴力度啊，加州老师好像一下900多万吧，对吧？这就是活生生例子啊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总之啊，它的大背景就是全国税收收入在下降，对吧 ？GDP 在增长，但是税收收入在下降，也就是这就像那个《红楼梦》里面的贾府一样，进的气少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出的气那还是在增长的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。所以这个，对吧？收入在下降，但是对吧？支出还在增长，那怎么办呢？只好对吧？开源节流，先开源了，开源的就加州老师就被开上了。加州老师忽悠大家对吧？搞集体对吧？把钱放大头那儿，结果他自己对吧？千方百计的这
把钱放自己身上，不往大头那交，该交的他都不交，这就是脸占便宜，对吧？每天道貌岸然的，自己是千方百计的就不往大头那交啊，然后忽悠他的粉丝，对吧？走集体往大头那交，这就叫坏。总之啊，这个南方周末啊，他这个文章啊，通过采访一些专业人士啊，就是想告诉大家啊，为什么 GDP 增长了而税收入下降？那我看了这个文章之后，我就觉得税收入下降 ，GDP 增长，那就是咱们简单点说，就是遇到了通货紧缩，对吧？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感官，这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，通货紧缩，企业利润下降，企业利润下降。对吧？企业所得税更加下降，那税收收入更加下降，韭菜的收入也在下降，韭菜交的个人所得税也在下降，这不就是恶性循环吗？这样政府它的收入下降更厉害，而它的开支都是固定的，手心手背都是肉啊，你捡哪一块啊都要花钱。这是第一个，就是通货紧缩。第二个就是我们就是多多少少应该理解地方政府它为什么重视生产，对吧？导致这个各个地方各个行业产能过剩，但是对这个消费呢，却对吧？这口号喊得响，刺激消费，但是手段有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消费跟他的收入没关系啊，对吧？他们的这个收入啊，主要是来自于一个是卖地，一个是增值税，跟生产有关系。这个大家也理解啊。你这个地方政府，你刺激消费，你帮谁刺激了？你比如安徽省啊，咱就是瞎举例子啊。这安徽省那刺激消费，你给大家发这个消费券，好，大家都去买茅台喝，这个 GDP 到了贵州去了，跟安徽没关系，对吧？然后这个增值税也是贵州那边，是吧？跟生产有关系吗？这消费这边你占不了什么多少好处，地方政府啊。这就是为什么地方政府对刺激消费这个总是，对吧？抠抠搜搜的，发个消费券都发不明白，这本质上是既要又要，对吧？想刺激，但是又怕刺激到别人，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天天喊，对吧？你是要发钱，对吧？不如给韭菜发点钱，那但是就是不发，对吧？你说那个美的啊，甚至包括这个香港、澳门，对不对？口罩期间一言不合就发钱，这比较简单粗暴，这不直接就发钱，发什么购物券呢？但是，对吧？咱们没听说过发钱，发点购物券，但是发不明白，你还得去抢，完了之后你还抢不着，非常难用。这个，所以说你把这个南方周末这个文章看明白了，这个道理也就搞明白了。所以你看咱们这个国补啊，为什么是，对吧？中央政府、上级政府往下拨钱，因为它就是全国一盘棋嘛，肉是烂在锅里面，这不是烂在安徽还是烂在贵州不重要，对吧？所以说它只能是地政府、中央政府搞国补，地方政府补贴他不愿意，没那个动力，不知道补贴给谁了。你看，所以说国补的资金一没有，马上就停了，对吧？地方政府的这个当官的政绩那是看 GDP 嘛 ，GDP 就跟生产有关系，这是我们的第二个感受啊。那我们第三个感受，你要把它合成一下，就能解释啊为什么我们的 GDP 在增长，但是韭菜越来越觉得累，对吧？你看啊，这个南方周末说了，我们的 GDP 在增长，但是我们的税收啊是在下降的。那税收下降，那政府的开支又是固定的，那怎么办呢？就是刚才说的，对吧？这非税收入要增加，那非税收入增加呢，就对牛马就不太友好了，比如家的老师啊就不太友好了，对吧？然后他就鸳鸯捕捞，对吧？加大那个征税力度，加大税基，对吧？以前不收税的，现在也收了，对吧？还有那个9月1号，对吧？那个全民社保啊，虽然现在喉舌，对吧？咱们媒体辟谣了，说这个啊还跟以前一样，但是这按照胡锡进老师的说法，你这就是吓鸟论了，鸟雀已经被你吓着了，大家都成了惊弓之鸟了，对吧？还有前一阵子传的这个房东税，你看看都跟这有关系，对吧？因为韭菜就认为你收入下降了，你肯定想办法创收，你创收，对吧？你那招数就这些，对吧？就是取之于民，用之于民嘛，对吧？你无非就是多割点韭菜，这个是不是就完美的解释了啊？你看 GDP 在增长5.22%的速度的增长，但是韭菜越来越觉得累，压力越来越大，大家想明白了吧 ？GDP 增长又下降，税收下降，那他就要找补这块收入啊，那韭菜就辛苦一点，对吧？受点累，所以韭菜的感觉就越来越差。那怎么解决呢？对吧？那是不是说 GDP 就不管了？这个也不行，是吧？你如果 GDP 不增长，那个就业岗位更差，所以还不能那么极端，对吧？说就不管 GDP 了。所以咱们以前节目说了啊，那就要把 GDP 啊增长要把它分析清楚，就是 GDP 它是怎么增长，哪一块在涨？对那些大基建，对吧？对那些把那个往贵州啊、往云南大山里修路，老干部疗养中心，对吧？这个广场的那个仿生椰子树，就这些啊，就是你投下去了 ，GDP 是涨了，但是它没有收益，或者短期是产生不了收益，完了之后你还要运营，你还得往里搭钱，像这些项目是吧？就得重新审视一下，对吧？也就是说你投入没有产出的，虽然有 GDP，
但是没有产出啊，未来还要买单的，像这些，对吧？这个叫唯 GDP 论，这是不行，所以还要精打细算呢。就是说，最好你投下去的这东西，它能有产出，没有产出，那至少它能把它银行利息付掉，把它的运营费用给它打平。也就是这个项目50个亿投下去了，往后不用再投钱了。这50亿反正是发的长期国债嘛，30年的，对吧？30年以后再说，你利息你得付得起，你这个运营维护的费用你能出来，那就行了，对吧？这是最低要求啊。但是我们很多项目做不到这一点的，对吧？银行利息都付不起，完了之后这个运营维护还要往里放钱，成了一个累赘。所以说这种项目，对吧？要砍掉啊！当然了，这个还有政府啊、公务员呐、事业单位啊、国企啊这种铺张浪费、跑冒滴漏，这个当然也是要杜绝啊，对吧？一个街道1年复印费就得好几万，对吧？就是打印个文件，然后这么一个学校做 PPT 就得好几十万，那 PPT 能产生什么经济效益呢？那 PPT 在贾老板那儿才管用，在那个雷布斯那儿才管用，对吧？因为他们用 PPT 融资啊，就10页 PPT 他就能搞了几百亿啊，对吧？那个他投入点钱能理解，对吧？这投产比高啊，你这个对吧？基层单位你搞成 PPT 干啥呢？完了还要花钱，完了自己还写不了，外包都是几十万，这些都是费用，都不产生任何收益，纯粹是浪费掉了。总之啊，南方周末的这篇文章仔细看一看，再想一想，就知道了牛马，对吧？盛世牛马为什么累，对吧 ？GDP 在5.2%，我们一直说啊，你全球看下去就是新的经济体，那5.2%的增速，那也是令人羡慕的啊。况且咱们体量这么大，基数这么高，对吧？还能5.2%的速度增长，但是牛马却越来越累，越来越没有信心。但问题就出在这儿，当然了，恐怕还有其他问题啊，另当别论了。不能深究。好，这期节目啊，咱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、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。谢谢大家。